Hello， 大家好，我係鄭世豪啊！各位母親節諗到去邊度慶祝未呢？有個好介紹話俾大家聽，母親節係幾多號啊？5月10號嘛，所以晚上6點半咧就約定你哋喺啟德郵輪碼頭宴會中心啦。當晚咧就有個星光璀璨重親恩嘅晚會，有啲咩玩啊？當然係可以喺維港嗰度嘅夜景度打卡啦。另外仲有米芝蓮嘅盛宴，仲有我鄭世豪、邱子薇、大強哥唱歌俾大家聽，同大家咧玩遊戲同埋大抽獎嘅。所以嗰晚咧就約定大家母親節見啦，到時見。Hello， 大家好，我係 Shelby 邱子薇啊！母親節就到啦，唔知道你諗咗去邊度同媽咪慶祝未呢？嗱，嚟緊咧，下個星期日就係母親節正日啦，5月10號嘅晚上6點半咧，咁就有我，仲有愛回家嘅細龍山、鄭世豪同埋中年好聲音嘅吳大強一齊咧喺呢個嘅啟德郵輪碼頭嘅宴會中心咧度搞 show，一個叫做母親節音樂盛典啊，星光璀璨重親恩嘅一個音樂派對啊！希望咧到時見到你哋啦，咁到時咧除咗大家可以嘆住美食之外咧，亦都咧可以參加我哋嘅大抽獎噶。好啦，希望到時見到你哋啦，快啲 book 彩啦，拜拜！大家好，我係中年好聲音吳大強。今年嘅母親節喺5月10號，就我會同咧愛回家賈明媛、邱子薇小姐，同埋愛回家細龍山鄭世豪先生一齊會喺啟德郵輪宴會廳同大家一齊歡聚，為大家唱好歌。咁你哋點可以唔一齊 join 我哋喺呢個母親節就一齊嚟享受美宴同埋好歌咧？5月10號晚，到時見你哋，支持我哋。